有这个后礼拜就是中秋4天的连假，搁刷落去国庆3天的连假，就今日搁来大塞车。这个国道5号第一届伫咧连假的期间，甲平南啊、甲石碇啊的交流道封起来。啊，这台北花莲线的客运嘛推出着史上上大优待。啊，若佚佗的所在，花莲台东也是真侪人的第一选择。看这个房间哦，到目前为止已经红注文6成以上，讲愈晚节日房间就愈侪人订，恐惊会高达9成哦。啊，这个国庆的连假，因为烟火伫咧台南举办，所以这个人潮有往南部来刷动的趋势。花莲好山好水，伫连假期间会阁迎接超量游客，尤其是台东搁较热门。连假未曾开始，就进入游客先报道。因为下礼拜中秋会很多人，所以提早出来旅游，不然太多人会容易塞车。一天到连假，头一个想到就是人多搁塞车。依照观光局的统计，目前中秋连假东部订班率已经逼近7成，离岛第2名嘛有超过5成，尤其是台东比去年同期成长58%，估计愈接近假期订班率会阁升悬。啊，那国庆双十的连假虽然依然以东部上乘，不过南部比中秋的连假搁较闹热，尤其是台南因为国庆烟火订班率已经冲到7成7。连环岛邮轮嘛来到闹热，推出国庆海上烟火航班，要抢连假的游览商机。随着接近中秋，我们预估住房率突破9成没有问题。目前的销售部分，说在团体部分，目前所拿到的房间大概也都销售近95%以上。哦，那只剩下这种当天一日游的，哦，目前还有空间。花莲台东一定会阁塞车，高公局严定以台今年头一摆实施国道5号。平南甲石碇啊交流道的封闭措施，加上台北到花莲线往回票价优待，配合租车台湾好行，搁拍折，就看这个分流措施敢有效。